大家好，今日要講嘅係三號位嘅籃網。咁我就會講下幾種三號位最常見嘅進攻手段，同埋佢哋各自嘅應對方法啦。第一種常見嘅三號位進攻手段就係二波。咁二波就同其他常見嘅進攻手段一樣，都係第二節奏嘅進攻。咁第二節奏嘅進攻亦即係二傳手掂到波之後，隨手先至會開始助跑，所以會有比較多嘅時間俾隨手選擇擊球線路。咁攔網手就需要掌握對手嘅擊球時機，咁先可以喺正確嘅時間起跳去進行攔截。咁第二種常見嘅三號位進攻手段就係 A。咁 A 係其中一種常見嘅快攻，亦即係第一節奏嘅進攻。咁之所以叫快攻呢，就係因為喺二傳手掂波嘅時候，隨手已經完成助跑，準備離地，或者已經喺空中。咁攔網手就需要喺判斷到係 A 式快攻之後即刻起跳。而且二傳手喺升第一節奏進攻嘅時候，通常會將個波升得比第二節奏嘅波更加埋網，所以攔網手應該盡量將手伸過網，盡量去攔截對手嘅擊球線路。但係記得唔好早過對手掂個波，如果唔係就會犯規噶啦。仲有記住就係雙手要正對住個波嚟攔。咁我哋睇下呢一球攔網手嘅做法啦。喺二傳手升波之前，見到對面副攻已經開始助跑，咁攔網手就可以判斷到對面副攻準備打快攻。咁攔網手就做咗一個短嘅合併步，想正對住個副攻。咁喺即刻起跳之後，攔網手就將手盡量伸過網，而且正對住個波，務求要遮擋對方大部分嘅擊球路線。雖然呢球冇直接攔到個波，但係都攔截咗對方副攻主要嘅發力線，令到後邊嘅隊友更加容易守起呢球波。第三種常見嘅三號位進攻手段就係 B。咁同 A 一樣，B 都係第一節奏嘅快攻。但係 A 同 B 唔同嘅地方就在於 A 式快攻係喺貼近二傳手嘅位置進攻，而 B 就係長距離嘅快攻，攻擊手就會喺二傳手大概3至4個身位前起跳。咁 A 式快攻同 B 式快攻唔同嘅地方就係 B 式快攻嘅擊球點係由攻擊手嘅起跳位置而決定，所以喺攔 B 式快攻嘅時候，最需要留意嘅係對手嘅助跑，清楚佢嘅起跳位置。咁 B 式快攻嚟講，比起正對住個波嚟攔，更加應該正對住佢慣用手嘅膊頭嚟攔。假如佢係右手嘅攻擊手，咁我哋就會對住佢右邊嘅膊頭嚟攔。咁呢一球攔網手就冇對住攻擊手嘅右邊膊頭去攔，所以呢球就攔唔到啦。咁我哋睇下正確示範啦。咁呢球攔網手喺判斷到係 B 式快攻之後，即刻做咗個合併步，即刻起跳。但係攔網手跳嘅位置並唔係正對住攻擊手嘅右邊膊頭，所以攔網手將隻手向右邊伸，盡量正對住個波同攻擊手嘅右邊膊頭，形成有效攔網。咁由於三號位攔網所需要應對嘅戰術比較多啦，咁我就整理咗一份表俾大家睇，方便大家更加清楚三號位唔同戰術嘅攔網重點。